大量一间飞机，互人举刀啊，总入去威胁，目前检方以强制恐吓定罪，向法院声押核准。台铁基隆站北港尚无有号邮便烧了3届，产业工会通报不法侵害，呼吁交通部启动安全的机制。高雄市几人的避难地点，毋是加油站，就是驾驶行，甚至阁有当咧起厝的工地，机关要求爱好好检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重大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台铁基隆站的人员呢，自7月底以来，逐工尚无互这邮便来甲烧了3届，有的甚至阁互拍，甚至是来军队等等。虽然讲这台铁呢是有来报警察，也毋过煞无啥效果。即马产业工会已经协助来通报不法侵害，呼吁交通部爱启动安全机制。回来。交工的人，你帮我旁边确认一下。哪里有抽烟啊？那是什么？就看伊出来摕着烟，也搁加10无另外讲伊无食。即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毋但是边界无食烟，也搁伫咧车站内面骑脚踏车，家己骑到跋倒，要洗完转来，搁弄着其他旅客害人绊倒。台铁基隆车站皆有滋扰案，本分局获报到场，依法处置。严警到场后，分别于7月31日及8月1日对该男实施2次保护管束。合计约8小时。台铁基隆站自7月底到即马，站务人员逐工拢互邮便烧了至少3遍以上，有的还佫被拍，互人骂，甚至伫下班了，还佫互人缀伫咧后壁群众，几多遍报警处理，也毋过警察处理了，因也佫是走来乱。台湾铁路产业工会发声明，讲基隆站甲艋舺站是唯一2个无铁路警察据点的单位，谴责交通部甲台铁公司无尽到雇主的义务，为员工的安全负责，也造成旅客安全甲服务品质受影响。工会已经协助基隆站一提送执场不法侵害的通报，要求政府爱提出长期有效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坐车的安全，也是事实伫咧商天呢，也是讲捷运的车厢，其实不时都有人大声咧讲话来影响到其他的乘客。即马是有立委提出修法，希望讲交通部会当参考日本的做法，用罚金来处理解决大众运输在车厢内底噪音的问题。坐车通勤伫咧高铁、台铁、捷运的车厢内，有人可能拍算要好好啊休困补眠一下，但是有当时啊就无法度。有时候可能小孩比较吵的时候，然后他们又有一群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比较热烈的讨论之类的，然后可能就会稍微影响到别人这样子。有时听到人咧骂囡仔，又拄过乘客讲电话讲啊大细声，看影片无挂耳机。有立委拜告召开记者会，要求交通部应该爱参考日本的做法，针对铁路法和大众运输法做修法，伫咧车厢内拢禁止讲电话，并且爱关静音，若无就罚新台票1500块到7500块。我们会提案来做相关的修法，大声喧哗妨碍车厢宁静，不经劝阻，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就罚款。是毋是要用罚金来处理？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爱罚钱，乘客才会惊；也有人认为讲扣坑就好啊，唔免到罚钱。不用吧，我们都很守规矩，干嘛还立那个罚？太无聊了吧？把那个力气花在别的地方吧。我觉得可以啊。至少乘车的品质会好一点吧，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听吧。铁路车站的人员呢，可以视情况呢，拒绝运送或解除运送这个契约。交通部表示，即马高铁已经有相关的规定，若是旅客伫车厢内讲话伤过大声，也是行人冤家口坑阁唔听，拄到即款人，高铁会当拒绝载送，该赶落车。交通部也认为讲，敢要罚钱，也阁需要等社会有共识。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中英航空 BR271的班机呢，昨早起是对台湾飞去到菲律宾，结果起飞无偌久的时间，就发现这舱压出现问题，所以全个翻倒头来飞回去桃园机场。即马航空公司是出面表示讲，这民航局呢会继续来调查。飞轮机的机舱内底，上锁的面搭为天棚垂落来，旅客真紧张，赶紧把面搭挂咧。中央航空一只 BR271航班，初7早起9点24分，要为桃园飞去菲律宾马尼拉。不过起飞无偌久，飞轮机就挂7700紧急的代码，翻头转来桃园机场。271 emergency descent to 510,000, turn left heading 060 due to the cabin decompression. Viva 271 get requested altitude.
飞轮机发出紧急讨救兵的信号。根据航空公司指出，这架飞轮机是伫9点54分起飞了后，机舱的气压出现各样，所以照标准流程设翻头，伫早起10点42分安全降落。机罩就掉下来了。那反正就是大家就吸了一阵子之后，那就是机长就说气压。舱内的气压有异常，所以就必须回到台北重新换一个班机，再重新出发这样。对，那时间蛮长的，可能长达至少10分钟。航空公司嘛另外派飞轮机，伫下晡1点40分重新飞去马尼拉。不过7700这个紧急代码，这是非常小可。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机场代码，这是代表飞轮机遇到紧急的情形，亲像机械故障、甲火灾等等重大问题。如果说超过1万英尺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调完包有问题，空服员会指示你要把氧气面罩戴好，否则的话，在10到12分钟之内啊就会缺氧。那旅客呢，在看到氧气面罩掉下的时候呢，不用惊慌，向下拉住，罩住口鼻，正常呼吸就 OK 了。那会提供足够的氧气，直到下降到安全的高度。针对发生意外，中央航空讲造成旅客不便是感觉真实的。不过后续调查的部分，民航局讲已经有接到通报。后续会以程序来调查。另外，运安会已经派3个先遣小组去通机场，等收集资料了后，再个评估敢是要启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有一个外国人向议员来申请，讲伊发现这市内呢几来避难的地点，毋是伫加油站，就是伫咧驾驶行，甚至阁有当咧起厝的工地。这议员是要求高雄市府爱好好检讨，原来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会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来改进。警察局人员大力拆掉跳下顶悬的避难所指示牌，因为有民众根据内政部的避难所地图去追溯发现，竟然有避难所设伫咧加油站边，甚至阁有驾驶行甲当咧起厝的工地，实在是伤寒。民众向议员申请，代志传开了后，警察局紧派人来拆牌啊。有住伫驾驶行边的民众讲，这哪会是避难所？而且你感觉会通吗？袂通。会惊啦，爆炸大型爆炸呢？不知道为什么会贴章啊？为什么设在这里？我不太清楚。那你觉得设在瓦斯行应该不恰当吧？怎么说？啊，瓦斯行本来就跟加油站一样嘛。真正的是一位外国人，伊讲因为国际情势紧张，这种物件爱提早做好准备。家己嘛是为着要保护亲人，想要到地图内底资料，毋是地点无适合，就是对应的所在无到达。伊毋是为着要指责倒一个单位，你是希望会当为台湾社会尽一份心力。对主议员认为，好好的代志做到变安尼，对中央到地方政府拢需要检讨。准备这种事情要做很多事，有很多人，所以有可能有不小心突然发生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政府可以协助一下，帮他看，告诉他，小心，我看这边有错误，我觉得这样才好。的防控避难点的一些设置跟部件，那不要再敷衍了事，好，那也不要再说我今天就是有来盘查，我有来贴单的就结案的，在最短的时间，那警察局跟这个公务局尽速把这些错误的资料更正。防灾避难所是由警管处提供地点，和警察局去打指示牌，但是一个无再三查证，一个干那负责打无协助汇报，市长陈其迈除了道歉以外，也要求相关单位爱检讨改进。记者柯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大雨落雪，台南总算是变好天啊！今晚呢，煞开始来烦恼会出现天高热的疫情。目前台南、林德、安南、安平、甲中西区这碳白网指数是有较悬。台南市政府已经出动无人机、甲区公所的人员，全面来巡查，也加强摒扫，要来防止本土病例。无人机豆豆起飞，准备要进行高空巡查。台南将近1个月拢咧落雨，造成部分区域拢出现积水。这2天总算是出日头啊！不过这嘛是病虫开始生出来时机，历经风台造成未少灾民触体害气。这嘛有我空棚的积水，若无清理好势，惊到时会有朱生源。水来风太热去一个鱼仔拢死了拢走了，阮着讲去买100块来紧放无要安怎？那是惊讲会死。系忙死创啥的？个风台真侪水嘛，所以阮会麻烦阮一寡志工朋友来加强，搁有就是透过广播来宣导咱的民众，
每一个都是志工。针对最近风雨受损较严重的区域，优先先出动无人机来到巡查。即阵台南各区公所的人员目顶会里来巡查，积水扬起花卡顶，每一个所在拢定静咧巡，完全唔敢放外，就惊天高嘅大爆发。目前台南市间有境外移入病例，不过根据防治中心统计，第31个礼拜平均阳性率达到36%，比去年加悬真济。台南市登革热境外移入有9个案例，安南区有1个案例。安南区的案例是在烟溪里，那刚发生的时候我们配合卫生局的人员，就针对案户周围的100公尺以内进行压冠的处理。第31周平均阳性率达36%，比去年同期20%高出许多，共有121个里，阳性率超过40%。其中当中以仁德区、安南区、安平区及中西区的纹眉指数较高。经过疾管署统计，到8月初6，全台已经有125例天高嘅境外移入确定病例。这回风台去加上西南气流带来真济雨水，病虫咬生炭，民众得爱加强摒扫环境，清理积水，避免发生天高嘅风险。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另外，伫个家己的记得，即个风台呢嘛是共款算长甲真忝。这县政府是有向中央来申请经费，请临时工来帮助重建。其实，这临时工呢，大多数拢是在地人，计共是超过100个。这也是嘉义县在迄重建临时工人数上界侪的乡镇。临时工协助民众来乡公所申请风台受损的补助，因讲请侪年岁大长辈毋捌字，要写的物件嘛真侪。透过这个临时工的机会，我们来协助长辈，家己嘛会当学到物件。我们家也是有受灾户，所以我们来这里学习，至少我们回去那边有客人，有人问我们也是可以帮忙协助啊。有的一天跑了好几趟，所以说舍不得他们就是来协助，而且我又可以学习到，原来公务人员真的是蛮辛苦的啦，他们的文件这么多。除了伫乡公所协助办理业务以外，有更较侪人是伫外口整理因为风台变垃圾的环境，甲风台水灾产生的粪扫做分类。嘉义县的义里乡因为风台造成真大的损害，透过中央经费的补助，聘请超过100名的临时工，要加速来进行灾后的整理工作。这些临时人员是中央补助的经费，就是所谓的以工代赈。那这些人员呢，接下来就是协助我们做这个，比如说一些分类，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收进来的这些垃圾呢，其实分类做得并不好。那我们让这些临时人员帮忙协助把这些分类做好。我们前几天来都是下雨来工作，我们看了也很心酸啦，看每个灾民都很辛苦。乡公所表示，伫遮斗3工的临时工拢是异地人，因领的是上少的薪水，煞是做真辛苦的工课。感谢因的协助，互乡内灾后重建的工课会当快速的来进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县的宝山水库伫40当前停修的时阵，迄当阵还未定出水土保持法，所以停修的范围呢是干那到水库满水位以上1公尺尔，而且当地呢袂少土地拢是这水质的保护区域，所以真侪土地所有权人毋但是无互人停修去，到即摆嘛无法度做其他的用途，一寡地主是真怨叹，呼吁中央赶紧来解决。新竹县宝山水库伫民国70年征收用地时，因为迄阵也未定出水土保持法，征收干那到水库满水位以上1公尺的范围，加上92年公告为做水质水量保护区，为少私人土地去互人限制使用，一直到今嘛，民众讲明明就是家己的土地，却拢未使用，希望中央会当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地主很不公平啊！你那个土地卡在那里，要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那也没办法自己有其他的耕作，那永远财产就放在那边，其实困扰蛮多子孙的。政府它有它的法规吗？有它的法规，就按照法规来处理，不然的话，将来纠纷一定很多。当地民众也提出2个诉求，互人限制使用范围的土地，应该办理征收补偿，也是也未征收进前，应该有合理的租金补偿。不征收就还地于民，给予民众有一个可以良好的一个利用，不影响水库水资源的方式的情况下，给予良好的一个利用。第二个就是全面征收。那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审慎的来把它解决。
宝山乡长认为，中央应该爱全面征收，若无要征收，就紧改变，各地还有民众也希望中央相关单位斗相共来想办法，或者困扰因坐年的问题会当量早解决。记者对君豪新竹报道。这叶沙厂停放的公道案昨是来办头一场意见发表会，支持方的代表清大教授叶宗光，伊是表示讲，这台电爱伫一冬内互叶沙厂会当恢复太平的状态。也毋过反对方代表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伊是强调讲，即马科学检测是验袂出来，代志无清无楚，就要来办公投，这听书是无合理的。叶沙电气公道第一场说明会今仔日举行，清大教授叶宗光做正方的代表，台电董事长詹文生做反方的代表。叶宗光对能源安全、国家安全者立场，支持电气叶沙，佮呼吁台电和叶沙伫1年内恢复到停机待命的状态，完成总统赖清德伫竞选迄当阵的承诺。让它至少在1年内恢复成停机待命的状态，保留核电机组作为紧急时候供电的来源。台电董事长詹文生表示讲，叶沙公道的主文，你敢有同意第3核能发电厂经过通过整体安全评估了后，恢复继续运转？透过文字写这的话是真简单，但是核能机组敢会当延役，还是电气，要经过一定的科学流程，需要时间和工程的设计和调整，不是简单的投票就会当做决定的。是在有科学的完整检测之后，跟国人做说明，来邀请国人来做决定，还是在现在就先做出决定？针对叶宗光表示讲，加入恢复工园了后，火力全开。过去高雄市长陈其迈定强调南电北送，不过最近到半暝尖峰的时段，却是中电南送的状态。质疑公平性，詹文生嘛反击指出讲，2016年、2017年，核2和核3搁在运转，但是有100天备转用量是无到6%，但最近3年差不多拢无搁发生。核3除役了后，确实半暝尖峰时段，北部的电力较够，才来支援南部。南部其实南电北送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一段短暂的时间，它需要其他的地方指引，这个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要拿出来做这样子的批判。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新机组根本赶不上进度，结果今天政府又跟我威胁说，你不让我拨补，我就要调涨你的电价，这合理吗？詹文生中心台电公司这段时间是拍拼在做高阶核废料选址的立法工作，寻求台湾有限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场所。但是正方的代表甲核电厂的电器工作是真简单，唔免开足侪钱的代志，对台电是真无公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对顶关税即马已经正式来实施，同时呢，这川普来宣布讲，晶片的税率是会扣到100%。咱的台积电是因为伫美国投资，所以唔免扣税。也毋过其他中下游厂商呢，也是会留受到这影响的。今仔日这股市开盘就开始破价，也那这关税问题呢，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表示讲，会继续等待结果。美国政府为8月7日中到12点对台开始征收对顶关税20%，另外嘛，东部公布晶片关税，除了伫美国投资生产的企业，其他拢是8%的税率。另外嘛，传出台积电对美国各有新投资，真侪因素影响团产甲金融产业面临成本的压力。就是我们都还在这个研拟嘛，现在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中，所以这个各种资讯都很需要。那么我们都是在整合啦，整合，然后这个谈判完成了以后，我想应该都会跟大家报告。7月透早，经济部长郭志辉陪总统赖清德出席产业博览会，面对关税议题，郭志辉讲爱国等最后结果出来，不过市场明显信心无够。7月台股大盘开悬24026点，上悬冲到24131点，尾下起势收敛。台积电嘛是开盘冲悬到1185块，尾下平乌落到剩1175块。但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这20%我们还会努力去争取。那希望我们的团队再加油，能够降到跟日本、韩国、跟欧盟都采取一致性，这样台湾的竞争力才会确保。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听到行政团队传来的好消息。
另外，台积电泄露秘密案，根据检方调查，涉案人员好亲像大量偷翕2纳米制程机密，目前3个工程师去互人羁押核准，3个人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到尾最高法院审理了后，认为羁押才是无违误驳回，确定互人羁押禁见期限2个月。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照这规定会来编普发现金1万块的预算，也毋过到底敢会当伫个10月底进前就全部分好了？这国考数是表示讲看起来是有加较困难。也若国民党是强调讲，照英国的经验已经有留时间互行政院啊。也若民进党是认为讲，颠倒爱来思考敢有合适。因应对顶关税冲击，立法院7月3号通过强化经济韧性特别条例，其中2350亿用伫普发现金1万。条例内容也明定，应该伫今年10月31日进前来发放。不过财政部国库署承认，到目前为止拢无明确内容甲后续规划，恐怕无法度照时间来还。对于执行完毕的这件事情大家看法就不同。单单行政作业时间大概就要1到3个月，那结束了以后，民众还有领取的时间呢，通常都会给6个月到7个月的时间呢，努力在处理当中啦。2023年普发6千，迄时阵又有特别条例2月1日3号通过，总统公布成效了后5个工作日开始陆续接票户，除了各种领方式，详紧透过线顶登记，4月初6就已领，期限到同年10月底，有6个月期限。在野党认为，迄时阵建立相关的系统，这摆就应该比较办理。已经留给行政院来做这个行政作业的时间，财政部长不会做，主计总长不会做，那就干脆换人来做。哪里说发一个这个现金还要半年的时间？请问你的薪水是不是要半年再发给你呢？如果是立法院片面的来增加政府预算支出，也就是立法院来决定普发现金，这绝对违宪。但如果是行政权透过更全面的审视，在财政的筹措、财源的分配、整个发放的合理性各项达到一个综合的规划，那么由行政权来决定普发现金，这就符合宪法。民进党团表示，面对洪灾的灾后特别条例等重大支出，普发现金除了附压制记录，立法阁针对违宪记录的部分，考虑的认为立法权不应该干涉行政权，希望行政主动出击，让普发现金合法合宪。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以色列内阁会议呢，已经通过全面控制加沙的计划，就是想要来毁掉哈马斯。这联合国讲，这款做法呢是国际无法度接受的。也那这以色列国内的百姓呢，嘛是上街头来抗议，因上界大的诉求，就是希望连日会当赶紧放转来。几落百个示威者伫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附近，用铁链甲家己连起来，大声喊口号。迄当阵，以色列安全内阁正伫咧开会，讨论是毋是要扩大伫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示威者希望卖，即天伫咧特拉维夫要同款的电情抗议，民众会举啊拿连接的相片放火烧链啊。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We want our people out of Gaza. 有一位以色列官员讲，安全内阁将会进行辩论，并且批准一项扩大的军事行动计划，将以色列伫咧加沙也未控制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地区提起来。无论过去做出什么款的行动，拢会是渐进式一步一步加强对哈马斯的压力。总理纳坦雅胡初次接受访问时阵，表达以色列的想法。We intend to, in order to assure our security, remove Hamas there, enable the population to be free of Gaza, and to pass it to civilian governance. That is not Hamas and not anyone advocating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哈马斯随即案发声明警告，纳坦雅胡的计划表示，伊愿意牺牲伊原被关伫咧加沙的连接，来达到伊个人的政治利益，想要继续用伊的种族灭绝甲驱逐政策，用犯更加侪罪行来达到伊的目的。ايش بدهم يسووا اكثر من هيك ما ضلش فيها اصلا. It is not accep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y expansion of the conflict will be catastrophic. 有报道讲，以色列军方的高层对这项行动有质疑加反对，认为可能会出现敌对加游击式的反抗局面，会损害以色列伫咧国际上的名声，也互人看出无真正的长期战略规划。另外，以色列政府不准，亲像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顶在内的国际媒体入去加沙自由采访。
伫即马以色列军队已经控制加沙3%的地区，也因为战争，大部分的加沙人即马拢无家可归。若是以色列控制所有的地区，一定有更较侪人爱被迫迁徙。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针对这俄乌战争呢，美国总统川普是讲8月7日进前，若准无停火，安尼就要出手来制裁。即马时间已经到啊，川普是预计后礼拜呢会甲罗西亚的总统普廷来见面，强调伊会尽力来阻挡冲突。也毋过乌克兰在地民众呢对这场会面，这态度是真冷。面对媒体提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8月7日对러시아新制裁大限甚受春秋错觉。总统普廷的态度，佮否认러시아乌克兰领導人見面是伊甲普廷見面的前提。So for you to meet with him, he doesn't have to agree to meet with Zelensky. Is that what you're saying? No, he doesn't. No. So when do you think that means? They would like to meet with me, and I'll do whatever I can to stop the killing. So last month, they lost 14,000 people. 乌克兰首都基辅加罗传出空袭警报，对川普暗算上紧伫下礼拜甲普廷见面，乌克兰民众大部分是消极看待。Я не вірю Путіну, тому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все буде несерйозно з його сторони. Він ніколи не піде на мир. Йому потрібна Україна, він хоче її завоювати, тому я думаю, що це не буде нічого гарного. I just don't think Trump is competent to do anything. So he just says things. 美国民众怀疑这场会谈是不是成果，反倒但是러시아民众对这场会谈充满期待，希望因赶紧结束战争。峰会地点普廷伫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统的时阵暗示，阿联可能是适合的地点。Один из друзей президент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мы решим, но это было бы одним из подходящих, вполне подходящих мес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前次表示愿意甲普廷见面，不过普廷表示目前也不达到两人见面的条件。这拜读乌克兰甲欧洲参加美俄峰会引起基辅甲欧洲各国烦恼，不过普廷特再强调，这是为避免错误信息影响甲美国关系历史性机会。那川普甲普廷最后顺利见面，也是目前总统拜登自2021年伫日内瓦甲普廷见面以来，美国领导人第一摆举行峰会，也是러시아乌克兰战争了后第一摆公司新闻电话前变现。第54届的太平洋岛国论坛9月会伫所罗门群岛来举办，也毋过所罗门呢目前并无邀请到咱台湾。咱外交部长是表示讲，一切是交由主办国来宣布，强调台湾若准会当参加，安尼会当为太平洋地区来做出贡献。第54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9月会伫所罗门群岛举行。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所罗门面对中国施压，拜托邀请台湾，不过其他成员国佮表达希望台湾参加的决议之下，决定今日邀请18个会员国参加，包含美国、中国等21个关注国，加台湾拢被邀请。The cabinet has considered and took a decision. That we will be deferring. We will defer the post-forum dialogue partners meeting. Taiwan's not even in the 21. I mean, it doesn't make sense, this kind of response. Please, you still have some time to really think about this. 有台所罗门国会议员批评这项决定，和太平洋岛国错失机会，这完全是因为两岸问题。咱的外交部表示，最后机会议员爱等主办国来宣布，呼吁维持批复关来机制，台湾参加应为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甲繁荣做出贡献。我国自1993年起，都是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参与 PIF 各项机制，并且参加在峰会场边举行的台湾中华民国与论坛国家对话会议，与会员国进行多边对话。PIF 会员国内底，比如马绍尔群岛、图瓦卢等3个甲咱互邦交。马国总统海尼就批评北京当局干涉 PIF 事务。所罗门群岛是伫2019年甲咱断交，甲中国建交，佮扩大甲中国安全的合作。所罗门群岛如果这样的片面独行的话，其实是违反了长期以来传统的这个位，那可能会使得岛国四分五裂。未来这个地方被中国在政治上所主宰的话，那可能接下来在军事部署或者是在经济侵蚀的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可能会更加严重。学者分析 ，PIF 事件显示中国一直在太平洋岛国之间扩大影响力，也和这所在加做美中之间愈来愈严重的安全竞争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立委王岐川进前呢对台中市长罗秀燕的化妆品甲伊的外表是有一寡评论，这互民进党性平部呢谴责伊的行为，这是引起外界的议论。现代妇女基金会是表达真遗憾，认为讲这政治无应该是咧讨论女性的外表等等的条件。 民进党立委王岐川这阵仔有适应风波，伫政论节目用口说口气批评台中市长罗秀燕伊的粉底液介绍甲外貌，引起民进党性平部强烈的谴责。伫面册批评王岐川写阮无爱讨厌女性的台派，引起网友无共看法的议论。性平部说您是厌女台派，您觉得您是厌女台派吗？ 互人点又做记号是亚女台派，王岐川早起伫立法院笑笑无回应。身兼民进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窦冠廷，呛性平部面册大文讲性平部无互当事人说明的机会，听书无完备，都着急谴责王岐川未审先判，敢讲袂互党公职心寒。 任何的政治人物不分性别哦，那他的外形哦、妆容都不应该被批评。最重要的是，我们制度跟性平教育都应该要继续落实。长期在喊性别平权哦，那但是却到很多议题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民进党男士的沙文主义不断的重现。纷纷讲相关制度甲性平教育拢应该继续落实。立案是认为民进党包装性别平权。 拄到争议，沙文主义就闹出来，妇女团体嘛对这样代志表达遗憾。令确实比较少，因为仪容的状况受到同样的一些关注跟检视哈，试图要用一个非工作表现来给予这样的负面的评价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会抹杀了女性的专业跟贡献啦。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政治人物的讲话不应该评论女性的外貌、穿插，这的非工作表现，爱用专业来论证。记者采访报道。 昨这金华城案，搁再来开庭，也毋过郭文den的伫休困期间，这情绪失控，当场来骂检察官，甚至搁啥物件，伊强调家己就是互人家安罪名的。看用警备车大声喊话，郭文体因某担保机和支持者做伙声援了后，点点切目屎。主席，你会不会后悔相信钟小平？民进党前主席郭文铁伫生日了后，过两天，因为金华社案初次搁一摆红提讯出庭，专案审几天，说伫休庭发生冲突。何必非常生气，他站起来质问他们说。 我被关了12个月，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你们有没有良心啊？到底还要编故事编了什么时候？第站休庭的浪芳郭文铁煞雄雄生气，当场等资料削水杯啊，对检察官大骂垃圾话。好人贪污，伊讲家己是防陷害讲有罪，绝对袂屈服，嘛绝对袂投降。但是北检嘛发声明谴责当事人以非理性的言辞也是举动，凊彩对到庭的检察官做人身攻击。我准备什么东西吗？这摆开庭同款是结问证人，团迄当阵呢。 台北市副秘书长李德全和迄当阵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作证。李德全表示讲，金华城的土地所有权人照都市计划法有权提出申请，但是照伊的观点，建议参考土管条例，搁较会当达到一致性。迄当阵才会来替签订。伫黄珊珊的部分，检方问的一大重点是金华城案敢有开过无公开的新会。金华城的案子并不是市府重大的政策，所以他从来。 没有进入所谓的列管，更没有进入所谓的晨会。但是检察官很遗憾的，刚刚在最后结论的时候，他竟然扭曲我的话，把它说成我说金华城是重要，要进晨会。对这摆开庭，审判长嘛雄雄讲出台湾的司法已经真脆弱，无适合一直批评。但是郭文铁讲，家己认真做代志，日也做，暝也做，做互讲贪污，即马互关12个月，已经得要到极限。一遍搁一遍，一直讲这是啥物世界。另外后摆开庭暗算伫12会团基隆市副市长邱培玲等人来作证。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这教育部的处长叶秉成呢，因为涉入这个性平案学生的个资，是去互教育部甲调查。也毋过到今已经超过2个月的时间啊，这调查也无一个结果通去出来。调查立委是只是讲，这调查呢是拖刷刷。也那教育部长陈英尧伊是讲，一定会遵照法律来做，也会尊重调查小组的判断。
这我们一定会遵照法令上来做的。好，就像这也是持评论，这也是我的痛。去互几下的立委问到处长叶秉成涉嫌甲性平案学生的告组流出去的调查案，教育部长陈永尧是真拍拼的解说。不过民众党立委刘淑彬讲，调查的结果一直延期，敢是干那办基站，无要掠大尾。第二次的罢免之前的时候，那这样子会变成说产生一个效果是办小不办大哈，这个对我们的基层的老师的士气可能很大的影响。越早结束越好，但是专案小组在整个查证的过程里边，因为涉及到当事人，我们希望配合当事人，还有许多相关利害关系人。陈永尧讲，外界有真侪联想拢唔是真的，希望调查的结果赶紧出来，不得7月底就有结果。不过性平委员认为讲，还佫有真侪所在需要厘清，包括约谈当事者，所以延后1个月，伊嘛尊重小组的判断。不过调查立委讲到叶秉成5月27就开始请假。商务处长朱尊章6月28上任，有32天由政务处长张廖万坚处理公务。8月22调查的结果才会出来，叶秉成继续请假。民进党立委李坤城认为讲，这对教育部的名声来讲是一种伤害。你觉得很痛啊？当事人也觉得很痛。那我觉得在程序上面不晓得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对学生是相当不舍，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协助他走出来。李坤城希望陈永尧会当对当事者的学生的心情有同理心，相关调查的程序嘛爱互当事者知影。陈永尧讲，对学生伊是感觉真唔甘，无好好甲因协助。遐若学校伫咧处理的过程甲行政的方面，还佫有真侪需要精进甲改善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代替8月初6的时阵，才连续发生3件号志异常的事故，结果昨日伫屏东的西市，这设备又搁各样去。西市到潮州之间，这双向列车拢慢分。初步调查，这代替判断讲有可能就是安全设备上过旧，搁加上南部这几日拢落大雨，唔才会各样去。目前除了深入调查原因，也会加强换新的设备。代替号志搁出包，初7早起11点外，西市站号志设备故障，影响西市到潮州的列车通行。双向列车平均延误15到20分钟。初6、初7这2天，屏东地区号志定定发生故障。代替初步调查是记忆器系统出现问题，搁加上7月底捌因为西南气流大水雨地势故障，影响到袂少坐车的民众。变成一条袂当用，一条袂当用以后就变成这台。会当用的路线就变成南向北向拢变成拢用这条线，就变成单行道。正好就变成火车就会卡伫迄边所在。这几天的车次有一天就开始乱，大家要坐火车就变拢是慢分。代替说明，初6号志有问题了后，避免影响旅客，有先电开机，互设备暂时恢复。搁由电务人员一个人力调整记录器，嘛有请援手人员到现场支援。不过屏东潮州地区的记录器有900外个点，初7搁发生故障的，就是前日也未赴调整的部分。本来是一个问题，这样搁慢分的问题，这样有当车就搁拍唔到平，也是安怎人客就会都麻烦的讲，本来你讲。这个月台到时搁变另外一个月台，就足麻烦的安尼。铁道学会批评，代替伫2020年就规划要换新全台68个车站的号志系统，预算60亿。今年原本爱完工，结果进度严重延迟，呼吁交通部应该介入监督。代替回应有加紧调整，而且会加速检讨替换较旧的设备，避免故障搁再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中西屯区有一间会室，顶个月底的时阵呢，互一个姓吴的男性举刀撞入去，而且呢，佮掠一个志工做人质的威胁。这警方落尾是甲人家救落来。这会室表示讲，这个姓吴的男性毋是因的信众，嘛甲因无纠纷。目前这检方是以强制甲恐吓等罪嫌向法院声押核准。你为什么要人家？我问你啊，你说检察官怎么处理啊？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举一支水果刀，甲会室内面一个女性的志工压掉的，大家拢惊到。台中市西屯区一间会室，顶个月31暗时，有一个40岁查甫人走入去攻击，警方随报警，第6分钟几60位警察到现场，甲大家疏散。那安打，那瓦棍，趁机会把伊刀抢起来，甲人质救出来。我看他的刀子，他右手的刀子有离开这个被害人的身上，趁机有下压，就把他夺下来解除这场危机。
警方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敢若是以前甲市方有纠纷，心内怨愤，借机会走入去内底，现场大声喊讲要见检察官，好佳在尾仔连日无受伤。但是市方的职工崔培讲，唔捌这个查甫人也无甲有纠纷，因为这是开放的所在，伊是家己走入去2楼柜台犯案。他事先都没有来，那也没有什么任何关联这样子。那当时发生这个状况是第一次。认定被告涉犯刑法之强制、恐吓维安、恐吓公众等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当场被逮捕了，情绪真激动。警方事后该移送台中地检署。检方表示，这个姓吴的查甫人，敢若是因为某一项招生的考试结果，一个所落来处理的状况，心内真不满，依照涉犯刑法强制、恐吓维安、恐吓公众等罪，嫌疑重大，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核准。记者综合。云林县的沿海这鸟仔类品种是真侪，即卖呢为着要来鼓励沿海的勇士业者，提供一个生态的环境，互鸟仔类会当来休困。这林保署甲县政府来合作推动生态的给付，大公顷奖励金有1万块。勇士业者甲蛤蟆好起来了，就会开始拍地消毒。为着要吸引业者创造更加优质的生态环境，互鸟仔大，林保署甲云林县政府今年第一遍推出，并为目前甲重要栖地生态服务给付方案，1公顷奖励1万。我感觉安尼是好啦。安怎讲？都窟仔会当休困放互潜水嘛是好啊。潜水伊日头拍会着啊。好啊，因为这。鸟仔愈来有诶，直直无去啊！有时一寡足珍贵诶动物啥，你也无去啦。你也有通好休，可能伊就遮欢笑啊。林保署南投分署讲，云林沿海这几年有记录到291种的鸟仔，其中包括53种保育类，也500出现过东方白鹳、黑面腊杯、草鸮等5种濒危绝种的鸟仔。这么只沿海4个乡镇的勇士业者，当天维持1个月30公分以下水位或鸟仔生活，就让领奖励金。麦寮、台西、四湖、口湖等地的养殖户，在渔温收成后，于10月至隔年4月期间，配合低水位与友善管理，营造候鸟适合的觅食与栖息环境。合格之参与者可每公顷获得1万元，越来也越严格。那当然，如果有更好的一个参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给付工作哈，其实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一笔收入之外，也辅导他们做友善养殖。当地生态协会讲，落水溪出海口，这几年有真侪大鸟来遮休困，为了要有更加侪栖地，互因饲食的，或者是来遮探视，甲云林县政府积极争取林保署的生态奖励金。今年第一遍开放申请面积是200公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搭在南投的中兴新村呢，有登录做文化景观，也毋过部分树仔呢，其实受到保护，所以袂当乌白甲撤掉。在地里长是讲，其实有的树根呢，已经爬起伫厝顶甲壁，这是影响到徛家的安全。看得到的还好，看不到的是更危险。南投县南投市中兴新村几廿年来树木生长过度，树根拢爬起伫厝顶甲壁，甚至造成排水管损害。另外，有一寡老树破病起气，在地里长指出，若无赶紧处理，恐惊会影响居民的安全。好，相关单位在中兴新村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个方面能做个这个增修调整一下。适不适合整个中兴村都涵盖在里面？是不是应该限定一个局部的区域？文化资产保护法它有受到蛮多的限定的，然后又加上一些护树团体，他们会去这个抗议。但是受到中兴新村文化景观保存甲管理原则规范，定规树种树龄30年以上，袂当刷走甲臭掉。对此，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是表示。目前树仔若造成紧急危害，民众会当先通知文化局，派员先评估处理。若居民只是修正是无问题。针对这个部分再去进行一个补充的规定，那会再请那个树木专家跟文资委员来进行这个讨论。必要伊若破病影响建筑阮来看法阮来甲居民甲里长先开一个协调会。南投县政府文化局表示，针对大丛树仔影响到徛家安全的部分，未来会请专家、文资委员进行讨论，嘛会送文资审议讨论处理方法。
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既然打开的跑马古道公园呢是开1亿3千万来打造，也毋过2021年开放到呾煞即马拢咧试网啊。即马地方呢是想要来重新整理，也毋过高山署是表示讲，因为这土地是机关的用地，所以是袂当乌白放游戏的设备，要由县政府来办途经计划，才通甲即个角头互开。伫宜兰大会跑马古道公园拢无人，这座公园内政部加县政府总共开1亿3千万，2021年开园。迄当阵的政策是要为市区保留绿地，叫做打客戏，也毋过即马煞伫咧试网啊。就是比较单纯性的公园而已吧。如果它有些游戏设施会比较好一点，就例如小朋友玩的那种共融式游具啊什么的。应该是吧？是。那现在就是它改成公园以后，只是觉得它这个只适合一个休闲散步，然后它的一些设施设备比较少。民众讲公园无人，主要是设施无多。这座公园本来是国军民德训练班，经过地方争取，国军把土地移拨予国有财产署，并且甲县政府签代管契约。地方希望公园会当有新的服务设施，或者是开放市集加社区入来，也毋过国产署无同意。在这个公园的现状是整理得很漂亮，但是它的使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是希望说让它使用率高一点，但是国产署似乎不同意。依照县政府甲国产署所签的代管契约内面规定，跑马古道公园袂用盈利，也袂当开放单一的单位建筑。县府本来计划伫咧跑马古道公园要设共用式游具，但是国产署认为公园的土地使用分区是机关用地，照规定是无法度设共用式游具。跑马古道部分，因为它的那个使用分区是机关用地，是，对，所以就没办法这样子。对。高山署讲，即马县政府是也无完晓，而且跑马古道公园的土地使用分区将变更成做公园绿地加儿童游戏场的用地，才发到设共用式游具等服务设施。这部分县政府会当办都市计划变更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有推动，予少年人甲济岁人做伙来交流。伫个中华复兴乡的万丰村，伫个5当前呢，受少年辈来投入社区的演奏。这设计艺术课程来甲时大人上课。今年因是头摆来安排社区的剧场，予时大甲囡仔会当同齐欢喜，了解地方的故事。起来规定对水清，搁清，食好创水味，啊嘛食好浸水。好，我带你来去吼。好来。时大甲少年仔同齐欢喜，搬出过去伫社区边仔大溪耍水的情景，佮花主公参牧师趣味的活动。中华复兴乡万丰社区设计下世代创作的剧场表演，了解地方特色。万丰社区这是后教会毛发主公。是一个多元的社区。阮是伫遮大汉的，按过阮无参与到阿公阿嬷较早伫遮生活，对即届的戏，互阮知影阿公阿嬷进前的历史。万丰社区5年前开始启动万年丰富的营造计划，用艺术教育的方式进入社区。今年设计剧场，剧本就是来自社区时代的生活经验。透过一系列艺术课程，互时代接触新事物，心情嘛变甲真乐畅。互阮的脑力有咧刺激，有咧活动。互阮退化速度会较慢。大人较济，青少年因对在地认同感较少，所以嘛透过这个计划，咱是用陪伴的方式，带咱的细汉婴仔来做伙，邀请因来参与学习。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到2050年，台湾高龄人口比例成长速度排全球第3，下世代关系正做重要议题。社区希望透过营造计划，会当培养时代的创作力，嘛靠少年辈回来地方发展，达到青银共好的目标。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科技的进步，即马南韩的事件翻出只要一张薄薄的纸呢，就当接受这个指示来变形，刷叮当这轻又搁薄的机器人。那专家是希望讲未来会当运用伫咧太空产业，也是智慧医疗。这张大约若平方公分大小的薄纸啊，毋但会当做无long式的摇动，也会当像气泡糖同款，将身体卷起来前进。伊毋是仿做啥物魔法，是南韩研发的一款会当拗的纸机器人。Every layer of the material can be foldable, and then we implemented some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interface to decode the user intent, which
contains where to fold and how much to fold.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纸机器人由几元柔性组合物加嵌入式金属电阻器组成，顶面有308个真细项元件透过电阻器对特定区域加热，就会当改变现状，搁伫任何方向上产生凹痕，搁进一步输伫纸刷电筒，搁以包起来形式掠任何形状的物品。其实凹的功能并无稀奇，只不过今卖的凹的装置通常拢是有线设定、模式固定、变化有限。这款纸机器人的特色是会当伫使用者发出指令的时，键步即时做出各种变化。But in case of our robots, we just redefine the position of the hinges as in real time, so we can just change the pattern of the hinges in the sheet and make a lot of various patterns. 研究人员指出，因为这款纸机器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强，未来有希望用伫太空探索加智慧医疗等领域协助人类解决困难的问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